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漂流傳奇。喺電影圈入邊有一個人，你可能以為佢只係甘草演員啫，但原來佢同時係策劃、經理人、電影公司要員、業界發言人，由幕前被圍毆到幕後做決策，佢玩晒呢一行嘅每一個位。佢就係人稱田雞嘅田啟文。喂，阿珍啊，我係田雞啊。點解一個唔靚仔、唔高大、冇背景嘅人可以縱橫演藝圈超過40年呢？今集就會話你知點解。喺節目繼續之前，提醒大家可以撳下訂閱同埋旁邊嘅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節目啦。多謝。我自己自問係一個唔適合加入娛樂圈嘅一個藝人啦嚇，咁但係我都能夠喺呢個行做咗幾十年，我都得，咁所以唔好睇小自己。1961年出世嘅田雞，細個喺觀塘雞寮鐵皮屋長大㗎，屋細人多，又係家中嘅長子，有4個細佬妹。15歲佢爸爸就要佢輟學出去打工幫補家計啦。佢先去咗酒樓落手做點心學徒，後來升到做腸粉師傅。就算每日起身要為生存打工，但係佢心入邊另一把聲都從未停過，想入娛樂圈。為咗增加入行機會，佢自掏腰包學蔡李佛拳，喺天台練到出晒汗，心諗學得一門手藝會唔會容易啲入行呢？18歲佢押咗人生第一個賭注，放棄咗月薪900蚊嘅酒樓工，轉投日薪30蚊嘅臨記行列。如果你係佢父母，會唔會支持佢發明星夢呢？結果佢阿爸梗係鬧爆啦，一口氣列出5宗罪：醜樣、細粒、冇學識、冇經驗、冇人脈又冇錢。田雞都知5大理由確實條條都中，但係田雞反而會拎嚟當係提醒，知道自己先天不足就要靠後天努力啦。爸爸當時仲希望佢將來會揸的士穩定過世，自己做自己老闆。田雞就反問一句啦：你想我舒服啫，但係我想辛苦呢？點解你覺得揸的士就能夠代表我嘅一生呢？做人要揾到自己嘅理想，然後堅持落去，總好過人云亦云啦。呢一啲對白聽落都好周星馳啊！入行初期，因為屋企人唔支持，田雞只能夠靠自己。佢直情買個睡袋，帶幾件衫喺麗的電視台住咗1年幾，一來慳租，二來可以一有 job 就即刻出現。第1個月就賺超過1000蚊。之後為咗增加收入啦，連臨記帶隊啊、場記、劇務、化妝、梳頭都做埋，月入最高去到4000幾蚊㗎。結果太勤力就出事啦，做臨記做到人工仲高過助導，被同組嘅臨記集體杯葛，搞到佢半年冇公開。呢一段嘅黑暗經歷令佢開始學識圈中嘅規矩，掌握喺呢一個圈嘅生存法則。下一節佢將會遇到3個伯樂。入行頭幾年，田雞其實唔係一出就有人賞識㗎，真正令佢起步㗎係3個前輩，就係吳孟達、曹達華同鄭則仕。鄭則仕一句說話，佢記咗一世，無論對手係邊個，你都要用10成功力去演，演戲唔好淨係求過關，要用大炮打烏蠅啊！呢一份對小角色都全力去做嘅態度，後來成為佢被周星馳賞識嘅原因之一。之後出現咗一個轉捩點。麗的電視要將佢嘅人工由炒散每個月4500減到1800蚊嘅合約人工。由於減得太離譜啦，佢就決定唔做，轉戰電影圈。就係呢一個 timing 呢，機會嚟啦。1992年，周星馳拍《武狀元蘇乞兒》，周星霞辭任製片助理，如花李健仁就介紹田啟文頂上啦。90年代中期，星爺成立星輝公司，第一時間就叫田雞加盟，做星爺嘅左右手。其後13年，佢幕前幕後都有份，又處理公司事務啦，仲做埋旗下藝人嘅經理人添。咁然後認識咗佢之後，同佢一齊嘅喺佢身上面揾到自己原來我對電影嘅嗰啲係一知半解，即係根本就唔係入流嘅。咁我先知道啊，原來電影係咁嘅喎。星輝公司首部電影《食神》，田雞亦都有份參演同埋統籌。電
電影結局食神對決爭霸嘅嗰一場，足足喺船上面拍咗1個星期，結果都好收得，意外咁俾美國片商睇中，想買翻拍權。雖然最後因為堅持贏嘅一定係中菜而傾唔成呢一個計劃，但可以去到被荷里活問價喎，話已經足以證明佢哋嘅第一炮係非常之成功啦。講到田雞嘅代表作，一定要提呢一部作品。喂，阿珍啊，我係田雞啊。喺呢20年嚟，我一直有件事想同你講噶。其實我愛你啊。我唔係阿珍，我係阿強。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，橫掃香港嘅電影金像獎，成為華語片經典。外人見到嘅係風光，但係拍攝過程對佢哋嚟講，其實係一個地獄。田雞當時飾演三師兄，有一場俾人圍毆嘅戲，拍到一半，佢肋骨都被撞傷，去醫院驗出筋膜炎，醫生叫佢休息㗎。但當時佢唔只係演員，仲要跟星爺開會啦，改劇本、度場口。現實係完全係冇得停㗎。佢試過把心一橫，熄咗部電話，短暫失蹤。點知喺另一間餐廳一坐低，星爺就出現喺佢面前。田雞講返當時嘅對話：醫生叫我休息幾日啊。星爺就回一句：吓，休息幾日？不如我哋聽日拍返圍打個場啦。今日拍得唔好，要再打過喎。田雞心諗：會唔會聽日拍到一半，我就真係死埋㗎？正因為捱過呢一啲苦，佢之後做經理人嘅時候就堅持一個原則：藝人唔係經理人嘅棋，任由擺佈。要拿捏好中間位，大家工作舒服先至建立到信任㗎。佢以林子聰即係肥仔聰同陳國坤小龍為例，佢安排林子聰咩 job 都接，因為佢係配角類要捱，但陳國坤係主角路線要揀 job，唔係乜嘢都接㗎。結果陳國坤喺2008年連拍多套劇集，真係上咗位，證明田雞嗰句 old school 嘅原則其實好啱。去到2004年功夫，再到2008年嘅長江7號，星輝正式進入咗另一個巔峰。而就喺所有人以為田雞會跟到底嘅時候，佢喺2009年選擇離開咗。下一節就話你知佢去咗邊啦。外界以為田雞會一直跟住星爺，但佢竟然主動離隊。原來呢一個決定並非一時衝動，而係佢長期累積嘅危機意識造成㗎。佢早喺做臨記時已經見過，當年黑白片主角到老咗就被降做配角，最後就冇人再揾啦。另一個危機感係來自外界嘅標籤，跟住周星馳嘅田啟文，佢開始問自己：如果有一日星爺退休唔再拍戲，自己會點呢？所以佢選擇喺仍然有價值嘅時候自行轉身。田雞自己講過，決心離開有4個理由：一、覺得再留低自己能夠貢獻嘅已經有限；二、唔想一世被定型做跟班或者左右手；三、要重新檢視自己嘅能力同埋下一步；四、結婚之後想留多啲時間俾屋企人。佢認為唔好等到被人嫌棄，將你當做棄卒嘅時候先至走，要喺適當嘅時候離開。離開星輝之後，佢轉去黃柏高旗下嘅金牌大風，擔任鄭中基嘅經理人。佢特意選擇加入唱片公司，而唔係自立門戶，就係唔想俾人話搶周星馳嘅飯碗，亦避免造成另起爐灶嘅誤會。同時佢亦都發現，原來自己擁有嘅身份比想象中嘅多，包括咗演員、策劃、經理人、統籌、幕後等等。而喺下一節，佢會加多一個身份，走到最前，成為行業嘅代表。即係至少係喺我做會長嘅時候出現咗唔少嘅問題，但我冇退縮。近年除咗報紙娛樂版之外，連港聞版都出現咗田雞嘅蹤影。2019年，佢出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執委會會長。到2021年，由古天樂接任會長，田啟文就轉任總會發言人，正式代表行內嘅人講嘢，拆炸彈。例如道具鈔票事件啦，政府將棄用假鈔當係真鈔咁檢控，田雞要硬食上陣，籌錢打官司上訴。
最終上訴成功，為業界平反。喺疫情期間，戲院停擺拍攝腰斬，個個手停口停，佢又走去同政府部門爭取資助，同時幫手籌錢救濟失業嘅同行。過去幾年，香港電影市場靜到前所未見，田雞都有沮喪嘅時候㗎，曾經考慮過退休。佢形容自己做咗幾十年電影都未試過咁差，加上多間戲院相繼結業，但佢仍然選擇留低揾出路。佢話而家要做嘅係壓縮成本做精品，等翻生嘅機會出現。對未來佢保持一個信念，大風大浪總會停止嘅，暴風雨後總會放晴。佢相信香港嘅製作人只要找緊用說時刻嘅機遇，香港電影一定會復甦。喂，係咪 YouTube 可以取代電影啫？咁我又唔信咯。正係呢一份信念，令到田雞堅持到今時今日。經歷數十年嘅光影浮沉，田雞已經從臨時演員成為今日香港電影業界嘅發言人。雖然田雞佢唔係巨星，又唔係男主角，但佢撐起咗一代電影人嘅後台。佢將半生交咗俾演藝圈，成為鎂光燈背後嘅傳奇。如果你都中意田雞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呢段片。訂閱漂流傳奇，每個星期都有新片等緊你，講俾你知屬於香港、屬於大家嘅傳奇故事。你希望我哋製作邊一個人物嘅傳記影片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。